时候蛮甜的啊。我比较佩服他的还有另外一点，他还不是客家人。哦，郑演呢？他是什么人？他是一个女人。对。心内有看你。这魔王可能不保了哈。三姑娘啊，冲啊，心无开哟，无冲开的心锁，老热大擂台，老热向下来。哦，那个大炮就是大炮啊！中来，冲我那个嗓音吼，嘿啊，那冲下去就常听不到别人的声音，真的好大声的，都压过别人的，哦，有吗？跟你的身材一样，就会哇，直接把人家压过。哎，是不是？太可以后唱小声一点。好了，我用娃娃音，好吧？周得吗？不要，吓死人！娃娃音。亚礼拜，按照魔王踢馆赛。嘿，边馆。魔王 PK 赛比赛规则，大摆有一位魔王初出2位选手进行 PK， 分数最大也系无达到88分嘅人，暂时淘汰。下讲评分就由评审先生开会看埋赢赢。今本嘅评审先生有70位先生、70位先生、总比先生、6位先生。好，接受魔王哦，TV 魔王咯，尽力就同他讲呀。好，老热大擂台，第5季嘅流行族嘅冠军又来了。哎，还有客家流行音乐节超级擂台组的季军。哇哦！还有嘅客家歌有版嘅欣赏啊，还有就是跟各位老师一样啊，是专任的评审。哎呦，哎呀，评审欣赏，你看这资历。那我们请魔王出一下声音好，一鸣惊人。好嘞。呀呀来上那子啊，成功了来水那。这个魔王会不会找传统组的吗？对，跑错组了啊！跑错组了。对啊，我们现在是流行组了。流行组的呢？哎呀。没有，他是说流行还没走的从传统的传统它也可以表现，他现在就是让大家站下一下。这个传统你要唱的有韵味，真的冇人改呢。我主持了10几年来，學都學唔會，冇人改，真的。正經冇人改。好，來，歡迎魔王出場。歡迎你嘅陳博文先生。博文好。各位参賽者，喺當久無來嘅陳博文，你要準備好嘛？冇聽到我嘅聲音，就學到必準哦。哇，你怎麼會變成這樣？哎呀，怎麼樣？就是那種型男呢？型男嗎？哎呀，我不來那種型都不變的男人。本來是穿花布的嘛，傳統組。他以前不輸你耶。真的嗎？這麼厲害？對吧？懂太雜啊！嘿啊！另外，你是受到什麼刺激啊？是？另外沒有。對。你就自然瘦了，不要這樣跟我說。最近有點無限嘛，係嘛？雙科。啊，是有搞生意創3個嘛？搞好樂個誒。好樂個誒。因為好樂地方，好樂面，好樂種。哦，所以夾個母語冇學客家做出來。對。哦，你很好。那一擺真係要當歡喜要唱到嚟，哎呀，做魔王哦。謝謝。哎，安尼那個恐怖箱嚟，恐怖箱拿來。恐怖箱真的恐怖哎。哎呀。哦好。有6位參賽朋友。有緊張嗎？是要看你們運氣了哈，因為魔王來出，看出多滿人，第二個是2位出到勢均力敵，那就有拼頭了。好，來給洛哥。
陈凯水。如果现在再抽到刘佑琪也很好玩，因为他们是有师徒关系啊。真的，每一次都同一组，就对。刘佑琪，来，看看会不会。刘佑琪，来，注意一下，看他们抽到刘佑琪。他一直摇头。唔係啦，許炳生。好來，歡迎來到舞台當中。來，他們兩個實力都很好哎。嘿啊。這樣要問魔王會緊張嗎？會。不是，魔王，我是覺得以他的實力，而且佢沒慘水炸，所以他一定會很輕鬆，所以他表現的應該會很好。其實最主要應該會佢兩個比。雙雄相殺。你們兩個誰輸掉，我們都不願意看到啊。係啊，不然一起把魔王 PK 掉。你們兩個講好了，講好。魔王又要做功德了。最好，這個是最完美的結局啊！哎呀，好，那你 give me 3米咯。那我們魔王抽到你們，好，那唱哪個？情愛妹。情愛妹，安妮嘞？唱那個最亮的阿婆。最強的阿婆，最亮的阿婆。平行線，哎呦，今邊個蛤蟆無來，那雙腳歌嘅。我哋唱3條後堂嘅歌曲嚟。擦破，你在。
什么？你讲爱了袂记落你高，飘散的时间，全部被安辛苦就完了。你讲爱了袂记落你高，跳摆辛苦就换来，行来行到想叫我大家。年轻过你，不是水江的阿婆。将来有一个人生，来陪在身边，贫穷下。哇，三个都唱得那么的好，好享受，好专业哦，三个哎呀，好稳定哦。哎呀，评审老师难了，哎呀，难评呢，哎呀，不过你最近是有在跟苗栗那个验证府有批函嘛？个哈，规版嘛？有批喺9月版。
国乐班，嘿，学年的国乐班。哦，就纯粹伫福教是教好咯嘛。对。啊，屯苗栗县政府的规划教学年的歌，啊，福山的迄卖。沙琪的婆婆妈妈。哦，就是普罗大众。系啊，那听说甲平衡县踢一条窗的歌诶。有。踢白天还是节目中比不？对，第一次。以前没有唱过。没有唱过。这首那么拔辣的歌，你竟然没有唱过？我都听了好几次了。对呀。第一次。这都已经在我们节目唱到烂了。多的。你竟然没有唱过？没有唱过。哎呦，哎，那不错，那今天表现的也很好。很棒，谢谢。对啊，那我们的黄玉祥啊，最亮的阿婆。对。哎，他讲其同辛苦啊，其米去带高雄。高雄啊，我坐车坐客运那来都台北。大白比所以时间给你一张怂了哈，那天才上来就对了。对。哦。哎呀，好像要坐5-6个小时的车。对，要坐5个小时。对，哇，来到再转那个捷运。然后转啊，结果来到棚内啊，哎，今天没录，没有人啊，是明天呐。就他昨天就来了。太想比赛了，记错时间了。你是怎样？黄玉祥没有人带着你，对啊，你自己冲的。你住高雄不要随便记错时间啊。对，然后就赶快扣一下分。哎，我记错时间了，今天没有事情做怎么办？还是请朋友注意一下。对，还好还有朋友在这。对啊，完了，我看今天这个3个都冲多完火，这个很难评嘞。怎么办？啊。他们2个又唱得那么好，对啊，让评审老师来决定一下，让他们伤脑筋。伤脑筋哈，所以按住了先由唱 TV 下来，好来，这位老师。正经东南的课题一下都得崩来，这么难的课题哈，我也刚刚还在回味3位演唱者大家唱的歌曲，哎，这个确认一次哈，彬胜跟凯瑞都不是客家人嘛？对，是2个都不是。你说这个 PK 好不好看？好看，就是2个不是客家人，然后然后抽到，然后唱客家歌，然后还要跟詹博文，还是沈蒙詹博文哈，你就容易做懂到客家歌曲也好，客家文化的传承，这种我觉得很伟大啦，我觉得很棒。是，谢谢你。我觉得你今天的中丁真言当后堂，我觉得这首歌很难的地方谈起来谈，唔过有当内的感情伫地步度，佢当中一直爸爸用一个妹的讲法，你知道父亲总是有威严，但是讲话的时候要非常的温柔，但是里面有当内的感，他有很浓的感情。我很谢谢你今天的表演，你做了这么好的示范给2位，因为2位不是客家人，所以他们的在咬字方面我还是必须要强调，譬如讲电刀。爱电刀那一张会连成演，还有最后一面，像这些比较重要的词，其实后来凯瑞都唱成国语了。我觉得凯瑞今天非常的可惜，你不止在中间的时候，你拍子一直在赶，然后我觉得你只有刚刚唱到我刚刚讲的淡，就是淡淡的。但是我听不到你的感情，我只听到技巧。然后你的拍子今天非常的不稳，你回去看播出就知道，这是我很意外的，因为我觉得这应该不会是你出现的问题，好不好？注意一下。然后呢，彬胜的部分我很开心，我又听到了另外一位客家有唱 R&B， 你知道前面我快被你唱哭了耶，但是后面你是不是抢拍了？对，你自己就害怕，对不对？然后你要注意一下那个假音发声的位置，要调整一下。好不好？但是我要很坦白的说，今天你的感情的部分做得非常的足，我有进到你的歌里，好不好？谢谢3位演出。好了，欢迎他粉丝哈，欢迎他请退水嘅粉丝。有点边缘嘿，较得影对位。稍来看一下南河一边哈，迄边先嘅粉丝。救生衣服呢？救生衣服呢？哈，哎，恭喜啊！救生衣服，好像吓一跳，是不是？吓一跳，你看一下你莫忘嘅分数，好嘞，暂破门嘅分数。跳出人生嘅每道。不错，蛮甜的啊！我比较佩服他的还有另外一点，他还不是客家人。哦，郑源啊，他是什么人？
她是一个女人，那不是2-1的几率。斩破文的分数。今天博文真的唱得非常的好听，真的，谢谢。感觉淡淡的，但是其实浓浓的，浓浓的，淡淡的又浓浓的。哎呀，好，赞。恭喜你哦，恭喜啊，恭喜！赢了。还是谁叫你运气那么不好，被他抽到？抽到死亡之组。他唱的当然好，因为他的实力，开玩笑，他还唱片歌手嘞。对啊，人家有出唱片的。点击率还比我高。真的吗？一直记恨。没啦，共收啦，很棒，真的。是，没有，我相信老师应该有他的考量。搞不好下一次的这种，某空用的赛制又把你拉回来，又再比了，好不好？继续努力。好，安之 C，好，谢谢，也谢谢博文来当魔王，谢谢你们，谢谢。好，来，先回头休息，安之 C。第一组就按了，有没？我第一组按落宽。嘿啊，好宽的。那下一组嘞？下一组了哦。来，先介绍一下魔王来。这个看起来也是不得了哈。老年大擂台第19届流行组的冠军，客家流行音乐节未来组的亚军，还有你台湾灯会的演出嘉宾，在台湾灯会演出的。那也算是一个事迹就对了。对，可能就这也很厉害。那我们要抢那个魔王的发声一下，好不好？好。一鸣惊人，一鸣惊人一下哈！来啊，抢来你的魔王。水路啊，你高飞爱，慢慢跳出人生的味道。还不错，蛮甜的，很好听哎，甜的，他刚那个高音拉上去，很特殊哈，对啊，冠军就某 Q 用。对啊，我觉得我比较佩服他的还有另外一点，很瘦。我最佩服的就是这一点。我佩服他的是，他还不是客家人哦，也不是火罗人哦，正演啊，他是什么人？她是一个女人，那不是2-1的几率。来，欢迎魔王出场，潘以涵先生。以涵好。大家好，我是上奖的魔王潘以涵。今天来到闹年，各位选手不要怕，我来喽。我说我对你看 people 的，他是原住民哎，竟然在我们节目，为什么原住民还要捞过界？你来看我们客家族比这有点过分。原民台费那个他预算比我的客台高很多，高好多倍。没有，就刚好有机会啊，因为我没有想过要唱歌。对。没有想过要唱歌，然后还得到冠军是怎样？怎么来过？他们做某某对啊，就朋友帮我报名叫我去唱一下，我就只会一首歌，就是那个吉仲发，然后就吉仲发，对，我第一首学会的客语歌。对。今天这也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你来当魔王，等一下好好调教他们一下，吓死他们，好吧？对，好来，来我们的恐怖箱，来。你恐怖2，你要拿我这卡是不是？恐怖啊！现在还有 CV 的参赛朋友，还有 CV 哦。来，麻烦帮我们抽一下，抽2位。看你抽到哪2位？千万不要抽到适中。适中？为什么？你跟他很熟啊？林素妍，欢迎来到舞台当中哈。素妍姐有点不高兴的感觉。为什么？素妍姐可以下来了。他还不想下来，黑马桑。VIP，俺姊妹。姐妹，你要站在姐姐旁边哈。妹妹。姐。跟大家慢来讲童年梦。哎呦，条非常是 happy 哦。童年梦，是哈。那你呢？
什么暗奖？什么暗奖？唐讲还有2017版，嘿嘛该？嘿，2017的什么暗奖？哦，就是新版的新歌曲。哦，什么暗奖2.0，就是吧？嘿呀，听看看咯，听看看。唱在这，压力好大。哎，遗憾呢？我唱那个亚军的《看唔清》。看唔清，哦，来弹看啦，哈，来。
真好。哈哈，哇，这是磨压力当中哦，给冲起来是磨公用。对呀。还有我们这个棚的这个磁场很奇怪哈。对呀，怎么听都好听。就上2个礼拜也是啊，哦，这它冲出来，每一个歌手、每一个参赛者都好好听哦。对啊，是 echo 那个有加是不是？不知道，磁场好迷人。对呀。对啊，听说你迷人到好像回去你组里被人家认出来哈。没有，因为我们那个阿美族的丰年祭大概都是在7、8月嘛，然后我那个部落的朋友就会说叫我要回去，然后他们就说我那天转那个电视看到那个客语台，好像看到你长得好像哦，然后又叫潘怡涵，我说。那个是我，就是我，你没认错。他可能想说奇怪，怎么会客家台？怎么会在客家台？看到认识的，他想说，到底是16还是17这样？16是原民台啊。对，然后他们就会我电视坏掉了吗？啊，怎么都在17台可以看到我的组里面的人呢？好奇怪哦。哎，认出来很开心哈。对啊，那表示我们节目还有很多原住民的朋友在观看啊。对啊。那佩如啊，刚那是手语。对。旁边那位老师叫什么名字？盛俊。王盛俊。哦，他是你的男朋友吗？
不是。哦，对，好像都会有，就是会有那个搭配，就是这样比来比去，然后就相爱了。对。对。那个是社团的社员。哦，社员。对。哦，手语社是不是？手语，那你是社长吗？对，我是南台手语社社长。哦，所以 CMO 按讲怎么比？还没比 CMO。我们比的是美女。哦，美女。懂讲的意思。CMO。犹抱琵琶半遮面，哦，面纱。神秘。这就很漂亮的意思。然后不是美，然后女。美女，对，不要这样哦，这样子不好看。这样是这样子，这样横的，会棒棒，中的美女，中的中的。啊，CMO 按讲，没按讲，这样子啦，罗哥。CMO 按讲，CMO 按讲，就像发。发可以很大，就像个一缕花。哦，这个是就像个，好，就像个一缕花。还有吗？还有三缕花。三缕花。现在就要讲到你了，娜，他今天好棒哦。对呀。真的很棒，很难得，亲难得。100岁的爸爸来到我们现场。他唱爸爸送给他。你看过那节目吗？你是你的粉丝呢，罗哥的粉丝。他唱呀，爸爸上来舞台当红做的嘛。好，对了，做的嘛，来，阿良爸。哎呦，阿良爸，听听嘛。阿良爸，不要闹我了。你好哈，爱罗斯峰啊。就最近啊。就最近爱罗斯峰啦哈。爸爸都林阿良。 100岁啊！100岁，哇！安尼一听说都120岁以上。聽錯啊！係啊。唔該唔要得啦。唔該唔要得。老嘅哦。老嘅嗬，冇啦。該我講咗講下都唔記得啦。捱咩戲啊？嘅唔是你，捱咩戲講下就唔記得。人佢人嘅上改行按有啲，嘅阿爸唔會唱歌喎。嚇？唔會唱歌喎。唱歌啊？係唱歌。 唱歌唔記得就現在哎呀，人家就人家嘅上班經驗嚟講，一定要懂你去。唱歌唔記得嘢。咁啊嚟。係啊，而家唱山歌。唱山歌。唱山歌啊。係啊。山歌啊，我啊唱啊，唔記得啦。 路路給我行，為啥我死了？成你咧懂我嘅經驗咧，係啊，好啦，阿伯按姿勢哦哈，按姿勢哦，我唱下去大好坐，好冇？坐一下，可以困一下。哦，按姿勢，多謝多謝。謝謝啦，希望太你上面創配了，唐先生的貢品咯。欣賞，私立欣賞。 今天怡涵好久不见了，我发现，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季赛里头有很多不是客家人的，我觉得怡涵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标杆。这首歌我就是在享受，好，真的很谢谢。哦，所以你今天表现真的太好了，好，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从。 啊，其實我有點忘記誰先呢？哦，素顏，因為阿公本來復去跳多嘅，他唔記得。OK， 其實素顏姐，其實亞叔各位對你來講，我覺得先都等後，可能越到後面比賽，你壓力會越大，你會覺得，你會感覺到，我今日安尼唱，係咪太過冇氣氛，想要改編某個東西，所以有時是反而調了太多了。 或者是你希望表現更好，所以你反而不讓自己放鬆在那個狀態。所以童年夢其實只有兩個上來唱，你就甜甜的唱就好，唔是唱緊張來唱，表現到樣板型講啊，真真假假就唱硬掉的時間，彈起來就冇安穩。然後就係我們的P 哈 P，我覺得你的歌聲真的很好。
好，真的很好，就是可能欠缺了一些舞台上面的经验，所以有时候两个嗓先在控制的时候会显得不太稳定。可是亚述国位来讲，其实我觉得你表现的还蛮不错的地方，就是前面的慢慢的一个铺陈。不过呢，间奏一过了以后，我发现你开始不太稳定了。间奏一过，所以变成说。谁莫安江，谁莫安江这一句开始慢慢要在一个慢慢的一个低点上面去慢慢爬的时候，我发现你放的不知道是放太松了还是怎样，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摇摆状态。间奏以后摇摆状态，后面就开始在乱了，结果你的层次就开始出现那个大瑕疵。所以我希望讲在控制的时候，你不要就是说前半段的铺陈好不容易铺到那边去了，后半段不要急。所以要记得这样的一个铺陈方式 ，OK， 好，安之 C。好，安之 C， 好，安之 C 看分数了，好不好？来，林书妍的分数。好。有是一份同5分咯，係啊，係啊，做得到，係啊，來看一下，可以啦嗬。IP 嘅分數。啊？我有。哎呦2分咧，刺激了。這個薛老師要傷腦筋啦。係啊，看一下你嘅魔王嘅排一下嘅分數。來。魔王就是这样，刚刚真的他唱的好享受，我们在台下听了觉得哇，就会爱上你，你知道吗？真的，有的歌手唱歌唱得好听，你会爱上他，真的，真的就是这样，好好的再继续加油，好吧？好，加油。那完蛋了，2位平分，我要让评审老师伤脑筋了，丢给老师了，好吧？对啊，老师来，我们请老师来讨论一下，讨论一下。评审老师脑筋爽铁哈，终于讨论出来了，伤过脑筋啦。那到底这位老师来宣布一下。哦，两位选手入围的西域评审欣赏东很喜欢的选手，谁离开这个舞台我们都会难过。但是我们刚刚讨论过后呢，我们决定留下她经验稍微多一点点的素妍姐姐。素妍姐姐，谢谢。100岁的爸爸也来。不是，没有，都不是。你这样讲的话，收玉老师也加了很多分哦。是啊，对，两啥都被我听得懂后了。我讲，我吃豆，我们回到最初。就是音乐唱歌的基本功，还有经验值，我觉得譬如还懂 h e l s o n 我觉得他有很多的创意。那我觉得他就是经验少了那么一点点哈。我之后素颜在基本功，给唱起来各位。只要他挑对歌，我觉得他后续也有很好的发展。然后我们到时候还是会再看嘛，对，不一定，只是暂时淘汰，好吧？暂时，加油，还有机会回来，好不好？谢谢啊！只是节目的形态要这样子。搞不好老师私底下在讨论，觉得这个一定要把它留下来，没有留下来对我们节目是一个损失。对啊，好不好？哦 ，OK。好，那就这样了，谢谢，恭喜你们，谢谢来参加魔王，谢谢安之 C， 回座休息，好，回座休息，好了，沙下来哪一位魔王的来节目？哦，2位魔王就请你会哦，来，我来讲一下他的经历哈。好，2位听医生嘅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他有入围的，他有入围哇！还有你老年大擂台第8季流行组嘅亚军。年度赛的总亚军也是他哦，还有你全国客家语流行歌曲大赛冠军，还有广播电视金钟奖开场嘉宾，觉得可以是以前出来冲过的，嘿啊，哦，安尼做的抢去出场一下，一鸣惊人一下。好。你的人生有幾長，你的快樂有幾多？做假嘅你有想講麼？
哦，唱歌会鸟人啊，哎呀，那个假音，哦，呀，来，欢迎魔王出场，好了，欢迎王一杰。罗哥，今天好，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王一杰，我又来了。请大家殿下一天愛變強上來唱，慢慢嘅唱，無都是係講本來學到嘅話，我出老二就講上，拜拜咯。對於較people嘅樣，佢現在呢節目參加傳統歌曲，傳統組嘅哦，係啊，很厲害誒。聲音嚟聽聽啊唱，哦個現場全部變鳥到，啊鳥下，哦，比還年度冠軍嘛。年度冠軍傳統組，幸運以後啦，傳統組有實力，年度冠軍，佢玩一玩，反正這個傳統的比完了，傳統的已經收服了，就來流行組嘅，又來比流行組，硬比，照道理來講，你應該是會冠軍的，你好像那一次是，嗰擺黑練歌頭，聲音貼貼嘅，係啊，聲音貼貼嘅，對呀，有賞識就是要把最好的在舞台上展現才對，對，那時候求好心切吧，對啦，要不然他是雙料冠軍，真的，後來又出片，然後羅國宇老師也幫他製作了一張。很棒的專輯，那一張專輯裡面很多歌曲，啲人啲節目當中咩當到潛水瓶要會唱啊，有彈過，好，恭喜你，好，恭喜，好，而家要繼續啲發揚客家文化啦，當然同已經係熱天愛嘅啊，係啊。佢還有主持節目嘞，主持節目啊，很強啊！來，你口布箱拿出來，今天有個音符做周魔王啦，哈，係啊，好，湊一下前後，對，看慢一些張來，其實是有一些競爭嘅，競爭哦，我都話會競爭，哦，劉宇，好了，歡迎來到舞台當中，好，那你還會除嗎？除一下，除一下後嚟啦，後來讓他的名字亮相一下，起司種，吐司種，好，吐司種。哦，跟唔咩相似啊？唔怕啦。好嘞，歡迎兩位。哎，歡迎。好，安尼兩位今日同佢編啦，吐司種你知嘛？出埋個。哦，喜善、喜差、喜發。哦，係安怡呢？田樹。田樹，啊，安怡呢？我愛用藝術歌曲老二講愛嘅故事。來，唐3條後彈歌曲嚟。
冉冉太太对街散茶花，拍街拍上隐隐爱。冉冉太太对街散茶花，风街绕绕摆摆的银山。阿公读书下泡茶，阿婆读春头甜茶时，韩国街人唱错我，去看黑茶用看黑发好用，因黑是茶碰瓜子，爱黑是茶看法。在看马沙白，冉冉太太对街散茶花，一缕两缕三缕四缕。阿公读书下泡茶，阿婆读春头甜茶时，韩国街人唱错我，去看黑茶用看黑发好用。因黑是茶碰瓜子，爱黑是茶三国雄雄闯天春啊，茶染江江入盖天空下，花香腻腻春头开，年年头天安盼的离开了。读书下泡茶，阿婆读春头甜茶时，韩国街人唱错我，去看黑茶用看黑发好用，因黑是茶碰瓜子，爱黑是茶碰法。唱奏音乐，相爱来唱歌，故事动荡，我无要紧，爱做的一个全期待，也开始从三个。像希望给种沙，不退人风，自由自在，心是用书。下了不退爱，含黑爱。我喜欢这样唱歌，我喜欢这样的手残，我喜欢我的生活。And listen, my life。爱这个世界吃到动生气，唱着音乐想爱来唱歌，故事动荡。
不过无勇气，爱做的日记，日记留记全记得，越开始冲，三个冲来闹连连，后来再冲，少年读书爱用心，最后又冲，杂杂爱杂两三遍，大家都袂分爱装傻，爱像戏班给装傻。舞台东风，自由自在，心是向输。下了舞台爱，含恨爱。我习惯这样唱歌，唱歌，唱歌。我习惯这样的收场。我习惯我的生活。对啊，这个很有变化的一条歌曲啊，哎呀，好多层次不一样啊。一条歌也是罗国立老师帮你创作。歌词是爱出家的。歌词你自己写？歌词爱出家的。很厉害啊！人家我自己要作词啊。真嘅是愛出家嘅故事嘛，係啊，有啲嘢水冇水唔停，係是空啲屁股地位度告訴屁股，係棉被裡面，係，藏到屁股後面的屁股，就躲在棉被裡面玩手機，係啊，後來是歌詞上用出來嘅。哦，這樣哦，邊玩然後就想到就寫吧。係啊，是想到出家嘅故事啊，有。哦，那世忠你的歌怎麼寫的？哦，慢，摸下口味。有啊，以前有下。對啊，還把那個島嶼天光有沒有？哦，有，對啊，有翻做這個客語歌曲。係啊，咩做的親戚家嘅朋友寫曲啊？係啊，哦，你有嗰種興趣，咩做的客家歌曲出來寫出來，傳承那裡沒有？係啊，那佑琪呢？佑琪，我不知道你有這種身世哈。什麼？不是，我的意思說，就是你的環境，你是單親媽媽？哦，對啊，我是單親，帶2個小孩。對。哦，那你先生是？生病，癌症過世，就是自己一手拉把2個小孩長大。因為以前我們在台北做生意，自己開公司，對，所以那時候有存了一些錢，對啦，有存了一些退休金。哦，因為我搬到宜蘭之後就過着退休的生活。好好哦，那幾歲而已就過退休生活。那個是年紀大了就比較糙一點，因為前面都花完了嘛。所以現在才點夠多了就抽了。所以還是要先把它花完，現在要出來賺錢。太早未雨綢繆了。好，那3位唱完了，唐欣章的公平。總費欣賞。好，Yuki 是嗎？是 Yuki。我覺得你的聲音是真給動後堂，好，那個柔中帶着力量，我覺得這個是很棒的一個很漂亮的聲音。在練習的時候，讓自己更放鬆，不用太強鬆掉，對你就可以讓我們聽起來更舒服。你的嗓音在高的地方才不會那麼的力。好，不然會聽起來你的力度是夠，你再放鬆一點，嗓音會更舒服、更好聽。這樣子再有一些的這樣的轉音的時候，不會覺得很多的角，你會更圓滑。我覺得聽起來會更棒。OK， 好，思總，我非常喜歡你的聲音，你的聲音真的是很讓我們聽的是非常有味道，很特別。那你剛好跟老師相反，你太放鬆了，你不用也太鬆了一點。你要知道，這個歌雖然是很輕鬆，但你在輕鬆的過程當中，你那個律動、那個節奏是要在的。你根本你嘅節奏就是不好，就會一直搶在前面，然後最後很可惜，你就是落掉了，對不對？落掉了之後，在後面就比較。就更加的沒有辦法去 hold 住 ，OK？
那于娟，你今天太棒了，我只能说，果然是魔王。你的声音、你的掌控、而且你可以把这些山歌什么整个表现得这么好，我觉得没话说，魔王就是魔王，太棒了。好，安子说，先生，郭李先生，最近个上任吼，正经吹好的上一拜，大旺时嘅一拜之后，我就有那种纠正了哈。因为跟唐就试着讲啊，我们当初做的决定是对的，我们也知道说你会不会发展的空间会很大。给明月，你越来越证实了这一点，你那一个值得期许的一个参赛者，我要么给大家发了哈，就是期许你好好的加油努力。就你来讲，我今天挑不到你的毛病，好，希望你更上一层楼。就这样子，很简单，没有缺点哈。谢谢。好，希望你保持下去哈。perfect。四中车架功基本功就是差了别人一大截，到这个阶段基本功不好的话，我要讲卡牌 C， 你就是为别人掉了很多分数。不管今天你上来还是下去，我希望你记住我今天这段话，你天生的音质是非常好的，你 hold 住你的优点，再把你的缺点盖下去。好不好？四中加油哈！黄玉娟就不要讲了哈。你调教出来的，开玩笑。我是要还是要稍微的恭喜他一下。当初他把这个歌词丢给我的时候，我一看我就知道说，又是一个黄玉娟的故事哈，还是你告要怎么样着笔的哈。那要经验呢，我在鼓励他多多的开始往歌词方面去创作。好，他也在慢慢在努力当中哈。可能这个作品慢慢在累积啦。希望那明宇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不管是在闹乐，不管是在客家圈，还是外面的舞台，他都有机会把他的新作品带出来给大家听了哈。祝安的哈，谢谢，加油。好，安子先生，好，按这个看3页分数啦啊，来，先来看刘友琪的分数。跟魔王的分数差不多了。马上来看一下哈，吐司总的分数。哎呀，不错啦，还蛮吉利的分数。吉利数字就出来了。你要吉利分，还是要像那种93分？废话，还要问吗？真是的。好来，好，可以。好来看一下魔王意見嘅分數。是啊，96分。今天看于娟唱歌，哇，那个律动，很外放，你能享受在歌里面的感觉。我觉得可以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是不是？好，多一点会更屌。于娟，希望你越来越强大，好不好？希望，好，谢谢，OK，合作恭喜。好，也都係咧傳統組咧魔王 PK 賽啊！哦，魔王踢槓賽，踢槓咯，係啊，嚟踢槓咯，哇，真係咧，魔王講真咧，安尼傳統組嘅魔王吼，來動動太魔王。太魔王厲害，今日應該咩？係太魔王啊！看起來資料係樣哦。資料等下念出來，問大家講一下。講一下，係多帶一台啊！你吼。好了，比賽之前就介紹我哋評審先生嚟。昌永平先生、羅盈盈先生、潘秀峰先生、任明珠先生。好了，先生介紹睇吼，本他個較變強壯嘅。變強壯啲嘅吼。參賽朋友拄到魔王將會緊張。本他個變強壯來咧獎金挑戰賽。好，嘅伊只定義下小朋友嘅係，因為係啊，總言帶來嘅羅強山歌。好來，睇下小朋友嘅唱嘅啊，羅強山歌嚟睇下啦。
朋友哎。嘿耶。你好。你好。嗨。Hello。还在吗？还。哎。真紧张。笑啊！对我真紧张呀！你谈的是客家话吗？你听得懂客家话吗？听不懂。听不懂哦。你会害怕是不是？你知道你手上有麦克风可以讲话。OK， 好。我听过去迄车机课先生的学生的。哦，正经哦。哦。啊，因为阿公哦，要爱现的，啊，要冲山歌，所以佢从小就耳濡目染。耳濡目染，就跟阿公一起，阿公拉二胡，你唱山歌是吗？是哦。是这样子哈。我讲的对不对？对。啊，来访问一下阿公好不好？好，阿公。哎呀，阿公，你今嘛伫倒位？你看他可以代用，阿公好。阿公你好。哦，阿公很后生哦，冇一度些嘿。後生，自家講自家後生，同班人比，同參高中比唔後生。後生2歲哦，幾多歲都啲嘅呀？係啊，唔帶哪啊？帶哪？我帶總啦。哦，總啦，哦，總建議執啦，哦，對，嘿，啊，總啦，你本身你也有學緊你。矮人，哦，矮叫嘅時間咧？係矮叫啊，56年有咧。 56年哦，還沒天車技過先生學嘅係嘛？哎呦，很強，我謝老師。很厲害咧，矮人還用衝山歌。對啊。客家嘅傳承就咁用。係啊，咁樣我安尼傳承嘅，講下啊咧。安尼客家嘅傳統啊，就像我土細學來本去學下咧，慢慢嚟培養起來，冇乜會講客啦。哦，唔怕天天嚟。細我冇乜會講客。唔同佢可能冇講客，所以佢都唔有講客。係啦，冇講阿衰啊，冇講阿衰，冇講阿呆啊，冇講阿呆。如果隔代教養嘅話，哦，細年較冇講客，因為阿婆阿公土台嘛。像我頭擺咗人阿公阿婆講阿呆，張偉係啊，張偉講客家話，我老台都唔會講嘅。係多一種語言，你看我們有多一種機會。係啊。好啦，阿公安子細哈，多謝，繼續他個共同來發揚客家文化，哈，安子細。好了，那小朋友，依然我們來看一下好了哈，有沒有拿到這個獎金？先聽老師公平哈。要先請 Andy 嘅那位先生，羅英先生好。好，其實今日你係小妹妹唱嘅《老強山歌》哈，唱到其實當好咧，讓紅顏讓走得從安陽興不簡單哈。其實妹妹今天這樣唱得很好哦哈，所以其實。在之前啊，我就有老長高中討論過講，成日咧從到底係樣板運動好，樣板運動唔好。其實我理解上，成日咧有心氣，係繼續唱下去就係好。嚇，咁講我唱到樣板站、樣板來講哦，咁就比賽係人嘅一事情咧嚇。佢很上台就當值得鼓勵啦，所以今日佢唱到當好，希望佢繼續唱下去。希望你，謝謝你。好，那就來看一下有沒有辦法拿到獎金。OK，可以哈，總藝人嘅分數。哎呦，恭喜哦！又拿到了獎金呢！來，依然這是你的，哎呦，快樂到拿捏嗎？他要確認一下金額，對不對？好啦，謝謝依然哈。好，謝謝，好，謝謝。來，我們到旁邊去哈。來，先影相一下。啊，魔王。係啊，我哋小記一下佢嘅經歷哦。小記。本睇這個講一下吼。來，兩位係竹東天春義對唱組嘅亞軍。亞軍咧。沙雷行下厲害哦。係你鬧嘢大擂台傳統組年度賽嘅亞軍。哦，亞軍哦。他們有一點反應了，點頭按鈕哈。同發之全國歌謠比賽冠軍，哇，冠軍咯！冠軍來咯！阿你係你寶山鄉歌謠版嘅先生，這個還好，是不是？太搞冇麻煩。周先生。哎呀，周先生都挺厲害。係啊，一定要夾個厲害嘅地方啊！韓菜人你嘅算係嘛個歌謠之鄉愁嘛哈，寶山啊，真係新竹嘅片，當會唱歌嘅朋友啦，係。好，阿你就唱一下魔王嚟先衝一下哈，出賞一下，一鳴驚人。
人一下。来，一鸣惊人，来。来唱一下哦。正月里来梅花开，旧年过了，新年来呀，新年来。好了，要欢迎的魔王组长。好，欢迎你个。新秀爱何来报啊？第二个节目，产生出来也就桂冠军、亚军那样的朋友，出戏只有机会要出唱片。很有才华，老很中庸。好了，要欢迎的魔王组长。好，欢迎你个钟明真先生。好嘞。大家好，你真久冇見面咯。聽講啊，今年參賽者嘅高手程度哦，你就拿出200%嘅功力出來。冇啊，下擺你就是冇好嘅比賽咯，加油！好久不見，哎呦，哇，來咗好啊你，還有電路啊你，啊哇，哇，出唱片啊？那叫出嚟？5月底。5月底哦，还双 CD 呢。第二个节目，出专辑嘞。产生出来也就桂冠军、亚军那样的朋友，出戏只有机会要出唱片。系啊，表示有受到大家的认同。哦，真的，那样都要讨厌欢喜啊。系啊，大家我想想。系啊，安好哦。那间唱片公司团队。上发。上发。哦，安好安尼。哦，又哦，很诚意满满，私密條歌嘅雙 CD。係，佢全部唔設價去選出來歌嘅，也係公司團強下選。我去甲選，啊就到係古詞。哦，古詞。哦，還有咯，其他嘅先生強下創嘅。台灣藝先生李永祥老師嘅有一首係嘅詞。哦。懷念他。對對對，有時候就是我們出唱片，這些算是。都人家唱過了 cover 的歌嘛，有些沒有，有些沒有，有些新的，新的創作的，新的下子，下子，很厲害。哇，那就厲害了，這個專音整堂有些專輯有出去個創作，謝老師有兩首謝老師當係編曲啊，那個李文宏一首，師兄李文宏，哎，哦，很有才華嘞，老對創哎，大家都知道了，哎，不用說，就講太監。哎呀，好啦好啦。有那個有賣啦哈，有賣哈，賣到哈，哎，賣到哈，希望大家都多支持啊，那米珍記哈，係啊，看到那第二節目產生出來，去啊出唱片，優秀，很棒，繼續加油，加油！今年有個任務係做魔王，哈，所以有 CV 參賽朋友，那出2位的團強啊 PK， 好啊。嘿，好，很麻煩了，來，好，恐怖箱拿出來。恐怖箱來咯，你搶你的米珍記來出一下，哦，來搖一下。說一個就好啊，係啊。來，用啥？提啥嘿？好來，歡迎阿米。好了，王米琴。好的，歡迎阿米。米字難係米。米琴。誒，然後啥嘿？然後一位係。莊元傑，哎呦，莊元傑，用香港歡迎，香港有米哦哈，跟我一樣。米珍記的嗓音，和他唐毅的唱的呢，鄧麗君用非常的甜美啊，哦，他不是屬於那種像安那吉娜用的大炮型的，總是吃太飽這樣。對，總係吃太飽，好，所以兩位今日讀到魔王，我見到嘛，還好啦哈。會啦，係你話咩有團結嘅兵啊你，係啊，好嘛，嚇，安尼三個做帶來看乜嘅歌曲，係，阿米珍記，平板，嚇，安你咧，肉山歌，你咧，肉山歌，好，2條肉山歌，一個平板的，平看啦，來，好。
山高碧水。山歌传唱，在民间好彩
米珍姐，之前来参加比赛时间，没有经过一团哈？有诶，有哈。也喺度做模仿，緊張。幾有時會緊張啊！根本嘅感覺咧，應該還好吧？還好。做模仿，但是人家個分數咪還要強下拼咧，強下拼分，唔會緊張啊！唔係人模仿唱到還好，也要做欣賞，係啊，要做出唱片。要簽到嘅表演嘅機會出來就冇強用。係啊係啊，佢考好夠，佢上擺來比賽嚇，上一季嘅時間。都到陳建基嘛，兩尾佢叫我參賽朋友，叫我邀請魔王 PK， 結果佢兩個同魔王 PK 掉，叫啥都留下來，反正都在輸人家的。對啦，就會宅心仁厚啊。對啊，不用啥都留下來啊喲。他今天聲音還是好像感冒還蠻好呀，還沒跑。沒有，你看胃酸逆流呀。沒有，跟住唔得聽人裝一水嘅嘢唔會提到。正經哦。因為加油，感冒咩冇人驚。加油記下蔬菜油嘅加卡上油。別啦，對啊，哦，你一點可能身體又顧好來哦。係啊。什麼？係，安尼什麼創題咧？來聽欣賞嚟公平，好嘛？哪位欣賞？先請你嘅高總欣賞。嚟。黃美琴小姐哈。今日唱嘅老山歌，其實唔提及人生來去也處理到以後，嚇，以春風嘅隻春詩，模樣版以後，加阿鳳姑講嘅，將嘢要倒曬為技巧上啊，要出力啦。阿鳳兩個一隻詩鉗啊，嗬，要。冇乜嘅拉過啦，喺我哋工作都冇話幹啦嚇，冇乜嘅錢話幹。一春風其他基本上嚟講，還算做得一個軟件手機咧。ที่นี่三個傳統嘅故事嗬，三個，你知嘛？嗰隻故事我有一隻轉一貼片嘅音嗬，係咪？過去有機會唱老山歌嘅時節，其實山歌本身佢冇需要有乜嘅太下變化，冇對咧條嘅，你對咧條轉音有啲怪怪嘅感覺啦，冇順嘅感覺嗬。從後台留嘅子孫千萬年嘅嗰隻萬詩嗬，呢兩隻詩啊嗬，唔唱嘅時節嘅音嗬，比人嘅音樂要卡過一些咧。不過一聽咗大家講嘅關於冇乜嘅意話，但是你前一半要來轉來嗬，係哦，今日要寒酸，糖到寒酸要酸啦嗬，不過佢做得。喺咪你個唱嘅時間，較仔細研究佢看啦，可能一出力唔低嗬，有陣時誒義工老嘢，但是你要伴奏嘅時間，你要注意啊嚇。基本上嚟講，也個老山歌也係唱得不錯啦嗬。魔王唱嘅東西嗬，而做基金做欣賞嘅嗬，冇乜嘅好批評嘅嗬。牛絲也要爭啦嗬。音韻各方面就親好，唱嘅也親有感情。好，加油！好，請高總欣賞，阿三號嚟唱英欣賞。首先講一下網台啫，其實伊根本唱嘅老山歌，初聽伊可能就一點點浪動吼，上下壓。唔過貴屬歌曲嘅咧係潤美，聽起來就一好，也一自然吼。尤其係伊啲個從最尾嘅採其中嘅時間吼，甲片嘅每上來到當好，好，所以其實老山歌從到每就係本身就感覺到當好嘅位數吼，留在伊嘅印象當中，咧就係伊時間我感覺最加分嘅位數，吼，再過來就係狀態者，基本唔係唔啲係下緊張係樣板嘅感覺吼，基本唱起來其實就係冇自然一啲啲，就係伊嘅天耳機老祖先而數米嘅時間吼，呢片下明顯就係挺短咧。老祖先呐，喺十個來，
提示记就是传本子孙千万年吼，那像传本两只字吼，可能做得十个是老记上一下样板来创为下自然，因为子孙吼接下去嘅时节千万年，唐起来就上下很到。撒下来，状态这当然唔是讲啦，今年就出唱片吼，非常介好，就是像常先生讲嘅，就係愛自家日子自己學習嘅，就按你講開放嘅吼，從時人生個，係講愛到去教課，然後係愛自家比賽來講，你一轉見係按你愛一起努力嘅目標，是冇呢？羅伊老師按下去啊！好啦，安尼就看一下咯。分數哈，係啊，看倒帶麥呢分數較好哈。來。看黃美瓊嘅分數。90分啊！90分，係。按啷個一邊？來，看一下。來看下你嘅總元健嘅分數。89分呢？哎呀，又唔錯喎！誒，叫無標上無乜嘅咧？誒，唔係，再看一下。看下模仿嘅分數咯嗬。咁我模仿分數比佢哋行個大冇一點啦。來，看一下。看一下仲未整嘅分數。心內有看你。這模仿可能不保了哈。沒啦。仲未整嘅分數。模仿就會模仿嘅分數都特別冇共樣哈。哎呀，對呀，怎麼會這樣？你件子應該冇錯唔錯嘛？冇錯唔錯㗎？冇錯唔錯。如果用個分數嘅手機呢，佢有技巧上嚟。哦，安尼就可能是上各拼出來嘅呢。哎，羅伊老師你來補充嘛？其實基本兩位才從個人嘅世界吼，都有責任啦，都有責任。不過拄好呢條兩屆都係從羅山個，所以你才從羅山個談起那個氣氛當中來去做安樣應該決定。所以我就會講，其實兩位我哋就當難拼，嚇，就冇往來挑戰嘅上咧就係你做得去參考嘅位數，首先就係。性情比較自然、推風，也會讓享分數，係是嗎？好，謝謝。好，來，願意看模好啦。哦，模槍雙排願意哈。係啊。魔王一模一樣，唔挑刺錯唔錯。魔王沒有做功。對。好，安尼恭喜你哦，恭喜你過關吼。袁健子，韓一輩，韓樣冇得現場討論咧，安尼會不會還有？其他細緻整本轉來樣辦，好唔好？哦，哎呀，米珍姐多謝哦，哦，謝謝來當魔王，安子謝，希望廿個唱片賣到越來越好哈。好，安子謝，多謝三位哈，回做休息，安子謝，好啦，好，來，安尼就殺下來咯。對，錯。殺來，能可以喎，能可以模仿來介紹佢嘅經歷啊，嚟講他嘅黑道啊，嚟，來，可以黑道冇？另外兩位大姐要準備一下哈。農業大擂台第19季傳統組冠軍，哇！要出兩個哦，年兔衰季軍，年兔衰，你農業大擂台年兔衰，哦，佢季嘅冠軍，嘿，年兔衰第3名，哇，你咩厲害咧？厲害啊！還有你嘅客家傳統歌謠太歲冠軍。哦，有冇？還有一隻，還有啊！好，本有唱到太溜，還有越南表演，出國比賽嚟啦啊！出國表演了，真的哦。係啊。好啦，那唱一下那個魔王來一鳴驚人，一鳴驚人一下。好，來。地久路上那浪你心內有。這魔王可能不保了哈。
没啦，还没开嗓嘛？还没开嗓。对啊。哎呀，他刚刚没有教他开嗓的方式。哎呀，来，欢迎多带慢饮了啦。有请那个许美容先生。哎呀，许美容啊，哎呀。講笑啦啊！我要做你鬧熱打擂台唱歌，禮拜日去做舞喎。我比賽時節從來是冇讀嘅客氣，大家一下去聽我唱首歌，我去示範一下乜解運到唱山歌，大家聽你女啦。你今天來幹嘛？當魔王啊！你做魔王咩？哦阿妹，哦，一摩天廟咩？哎呦，天幣做咩？係啊。天幣做魔王。係啊。無關緊用萬做魔王。真係咩？喺節目做咁多年咧。哎呀，今日前頭吧，應該有參加比賽嘅那個很優秀的學長姐姐了。很優秀啊！你看在我們節目當中季冠軍，季冠軍年度嘅第3名。季軍真係很厲害，懂厲害。一擺比賽有幾啊萬3年了。哇，真嘅。一年度啊，慢慢的篩減幾多年度還有第3名。年度第3名。真的厲害，嘿，不是客家人。客家話，但係客家歌、客家話唱到很好，今天還在做魔王。係啊，嚇他們，好吧？還剩2個人。請你的奶油桂花手來摸一下順序。數一下。雖然有2滴啦，佢馬上先衝。哦，是準兩米嘛。好。好了，羅秋米，好來，歡迎來到舞台當中。好，那麼要一起。好，來，歡迎來到舞台當中。來，一人在一邊哈。我安尼不會怕他了哈。剛剛也聽到一鳴驚人了嘛，有驚到嗎？啊，我按東鏡。按西藏唔會驚。按出來了，按前了，天拜前了。天拜前來啊！所以會驚。會驚哦。要嚇到就出嚟。唔是驚，誒對，福記，好，好了，按咗帶馬個。三個字。好，提前唱，按嚟。瓜子園。瓜子園啊，小跳過一條好糖哦。好糖。按嚟。你摸。羅山歌。好，嚟唱3條好糖歌曲啊嚟。山
土路。在心中各行各业脚步踏步，向前进用米成功招牌动作。用创台感觉无乜个痴心哟。啊，疫情之中好命啦吼，特别新年啊，你特别嘛吼。係啊。係啊，有來啊。人大家就講姊妹。老媽啥姊妹？同係係姊妹。重點出來就是要講這一句。那有浮誇了一點。有點浮誇，真嘅。好啦，唐冠宇好命啦，你佢啲台總嘛，喺台總董事嘛。係啊，上來特別要去團紀念嘛。係啊。佢來比賽其實喺度摸一個卡。係啊，培養一下親情，係啊，親好。好，嚟，我哋3米鐘頭唐先生嘅講評。好，有請人嘅秀峰先生。好，今日全部嘅歌書哈，竟然全部都按好聽哈。既然有比賽哈，就會講出歌帶來哈。TV 球迷哈，講出來哈，那個音色哈，非常非常嘅正。竟然聽到哈，人講嘅很舒服哈，聽到當好哈。整體來講都係非常嘅好。唔過哈，我老人家建議喊埋一個唱歌嘅哈。你講歌嘅吼，要強弱重強吼，你從表現了3個字的時間啦吼，大家是也人設同好，但是吼從技巧方面吼，你講加啲嘅強弱落去，你就講比如講大粗，你講大粗。體質較重啲嘅，體質就係強調嘅。安尼彈起來嘅上人處嘅高音有冇吼？彈落會好好彈。吼，你係啷建議嘅吼？韓國過來以前係哦，難定人寫哦。呢一首歌曲吼，唱我唱可能嘅音階吼，可能就來到唱歌。嗰時候吼，唱嘅體機一盤瓜子一條樹根，嘅上人就來唔上去。咁你綁頸吼，嗰時候彈到佢下叫出到嘻哈無按就按樣型吼。一盤瓜子。韓國最滿意嘅一心修來送情歌咧，大概吼，那個上人就無問咧，吼，反正唱歌嘅吼，自己歡喜，好冇？好，你嘅魔王吼，準備略嘅。太腳嘅呢，老調嘅，稍微緊張係啊。緊邊啊嗬，小可緊張嗰種嘢嘅上人無浪線，以上係我嘅建議，嗬，加油，謝謝。
强英朱先生。球迷啦吼，歌声全无问题啦，主要迄个表情。吼，个面按规下子直起来，按结结按样人啊，吼无表松。吼，其实咧，这种平常唱歌嘅用嘅款式，按样人来唱，我相信分数会拿到很好。吼，再来呢，最每一季嘅打错客家加研发嘅时间，为到爱冲了只诗啊，吼，所以呢，唱出力一下我哋耳机伫要读耳麦堂呢，吼，唔嘅加出来嚟，吼，我哋乌鸦子是会老体按样人啊，吼，所以唔好一下忽然间。冲出来。再来就是以前歌声原则上应该是冇乜嘅問題，柔柔嘅嚇，細細聲嘅，主要係乜嘅歡喜嘅素材，要做一隻調整嚇，所以做唔得凊彩。是多瓜子香多龙啊，不是香多娘啊，一气呵成，做唔得。是多瓜子香多娘，做了一类欢喜的话吼，是会吓突兀啦。吼，创嘅歌无法度，一气呵成，唱嘅人咪会吃到真艰苦，所以欢喜的素材全部都要注意要调整。吼，再来呢，莫忘原则上冇问题，吼，因为你歌词係唔自家寫嘅，如果按好嘅平台，所以好好嘅來展現，哦，唔好緊張，結果比參賽者還要緊張，哦，相對嘅唱出來是會打折，按好嘛？哦，謝謝，好，加油啊，大家吼！先生，好啦，安尼就看一下他嘅分數，好，羅潮美嘅分數，好。93分到5分哦。好，稍後嚟看睇你廖以晴嘅分數。吉祥数字，吉祥数字，吉那数字啊，吉利数字，吉利數字。好，嚟看一下你嘅模仿許美容嘅分數。94分哦，94分哦，很厲害哟！謝謝，謝謝哦。你贏了哈，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哈！繼續加油哈！加油加油啊！已經自拍攝啊，順利哈！你坐嚟用麥克風啊，下一擺有機會再過來啦，哈，來拼下來，好嘛？好，係啊，做啲東西再好好嘅練過嘅哈。好，按這些啊，好，謝謝，什麼誒？也謝謝你來參加啊，什麼太當魔王，按這些，謝謝三位，大家多多客氣。2點鐘收一下就過，收一下就過咧。係啊，好，有過關嘅朋友繼續加油，冇過關咧下一擺有機會再過來。係啊，好唱歌嘅朋友急緊來報名啊！報名哦，你嘅報名專線0966676666，還有傳真嘅電話0227778231哦，記得打電話哦。等你們打電話哈，記得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因為呢，我們要多謝辛苦嘅評審員長哦，謝謝。就是有8位老師啊，都很辛苦。對，這邊有4位嘛，劉群8，4位8位。陳先生，啊，這些什麼你的參賽者？謝謝，謝謝，還有你的小飄，還有我吹的先生。哎呀，謝謝老師們，小飄老師好像瘦了哦。小飄老師瘦了哦，在我身邊大家都瘦了。好啦，下一排忘記咧，一定要準時收看咧，老爺大擂台，老爺強啊來。